一个。Eccoli qua. Ah. 今天的番茄，几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克。？7克的番茄，漂亮的。那因为菜园那边香料太多了，所以不可以让它完全变红色。现在还已经变红了，可是还没有全部都红红的。所以对，因为不可以留在那个太久了，不然会被鸟吃掉。是，把沙子。是对，番茄一成熟了，我就摘下来，摘下来然后带回家呢，我会放在这个箱子里面，技术收成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是。对，我放在这里。里面还有番茄，你看，已经变比较红了，是。所以我拿一些，我觉得比较红一点。已经成熟的，完全成熟的现在。完全成熟的是，比方说这个，已经有点软，这个。这个可以等一下，这个还可以等一下。这个是我们第一颗，这是我们的第一颗番茄，可是它一直没有，它一直这个可以，这个把它冰起来吧。冰起来，就这样子，番茄，然后冰起来，这是已经可以吃了。OK。放在冰箱，它不会继续。这些现在放在这个箱子里面，它们会慢慢收成。OK，这样子。看得出来，今天的是比较绿绿的呢，比较绿了。然后昨天放的是，昨天比较红，是，所以它很快。你看得出来吗？chiudo bene，这样子会，ecco，所以1、2天之后应该 OK。好了。没。